昨中共大阅兵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、罗西亚总统普京，佮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做伙出席。外界认为中国透过军力的展示，要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。咱国内学者是指出讲，中国甲罗西亚共同盟伫台海议题，罗西亚角色会有影响。咱台湾除了加强甲美国合作，嘛会继续来争取美国的支持。拄到二战结束80年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伫社群平台抛相片，缅怀飞虎队甲中华民国空军伫二战期间同齐作战，抵抗法西斯主义，指出牺牲奉献的勇士守护无数性命，更较造就台美高达真深的友谊。也毋过，中共是举行93阅兵，争夺历史话语权。中国国主席习近平、罗西亚总统普京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头一摆同齐出现，互外界解读，中国想要形塑新型国际体系，造成关闭中心。对于国际地缘整个经济呢，它有很大的打掉重练，所以呢，大家需要迎接一个全新的态势。当然，就是因为大国的地缘政治。合纵连横呢，现在有一个新的常态，很多中型强权，所谓的摇摆国呢，他们也都希望在国际地缘政治上有他的发言权跟他的地位。前驻美代表郭淑泰认为，美国总统川普2.0时代展开国际地缘政治专心态势，台湾爱谨慎应用。乌克兰战争跟台海冲突有它的连结性，包括在乌克兰战争之后。俄罗斯跟中国的军事合作已经超过双边的意涵，所以中国在任何台海有事，毫无疑问，俄罗斯的因素会越来越被凸显到。学者分析，中国甲罗西亚的同盟态势愈来愈明显，甚至伫台海议题上，罗西亚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伫国际局势不安之下，台湾除了强化甲美国峰会合作，也爱继续争取理念瓦建国家的支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